歡迎收睇樓盤傳真，我係胡國威。我係袁婉瑩。5一黃金週啦，樓市仲係咪遍地黃金呢？歸納3日嘅假期啦，新盤市場累計促成40宗成交，咁其中以元朗嘅津柏同埋灣仔喜匯一期啦係賣得最多㗎，咁但係都屬於市場上滾存嘅貨尾嚟嘅啫。記得舊年嘅黃金週啦，踩正一手新例啦，啱啱實施啊，咁成個市場只係得2個新盤推出啫，令到黃金週嘅成交創咗新低。咁今年雖然擺脱低谷，但係同過去10年相比啦，成交量仍然好失色啊。啱啊！以今年平均一日只係賣出13個單位去計啊，同過去10年數字黃金週期內按日超過50宗咁去比啊，今年嘅整體成交咧仍然係低於平均數㗎。過去被視為代理行兵家必爭嘅檔期啦，咁今年都冇再安排任何嘅內地團訪港啊。咁代理就話內地客已經徹底退潮啦。以前買樓長揸博升值，入市咧會速戰速決咯。咁近年咧都傾向謹慎為主，買樓嘅決定時間比以往長。其實咧都唔止買樓㗎，內地客咧對追逐貴價商品嘅熱情咧都係減退。5一黃金週下嘅零售業啦，包括啲鐘錶珠寶啊，都唔係好多人睺啫。連鎖效應啦，最擔心係會刺激一線鋪位嘅租金係10級以下。翻查資料啊，現時全港最貴嘅鋪租咧就喺廣東道㗎，由國際時裝品牌啦以760萬啦1個月去承租。單計營業額每日啦要有25萬幾啦，先至可以冚到租金條數。假設啦一條裙賣3000零蚊咁計啊，每日咧要賣超過80條啦，先至圍到數㗎。所以咧，有從事鋪位嘅代理都話啦，呢幾年核心地區嘅加租幅度啦，都冇以前咁誇張啊。由早2年1倍嘅加租幅度啦，收窄去到而家，即係得幾個百分點。咁所以啦，內地客退潮啦，對於成手貨嘅發展商嚟講，面對客源喺本質上嘅轉變咧，都要重新調整策略啊。咁都難怪5一黃金週期內啦，係冇全新盤推出㗎。啱啊！連今年內最大型嘅新盤環宇海灣呢個總共7座，合共提供1717個單位嘅項目，最終咧都放棄黃金週檔期。不過相信咧背後都同樓盤嘅質素有關，令發展商好頭痛㗎。一字形排開啦，夾喺海灣花園同高速公路之間。之前節目咧都探討過呢一個盤嘅交通問題㗎啦，因為預計咧發展商一定會用鐵路優勢嚟做賣點，但係樓盤啦並非坐落荃灣西站上蓋，行過去咧快極都要5-6分鐘。其實咧呢個盤嘅景觀啊係會望西斜海景，被海灣花園咧亦都會阻擋海景啦，部分又會望公路景同埋荃灣墳場景。有意購入自住嘅用家一定要實地考察清楚。暫時咧同代理咧係吹風派咗圖則㗎啦，就吹風咧話最快5月中咧會推售。另一個盤呢，就係9件喺旺角嘅麥花臣匯啊。呢個以玻璃幕牆嚟做外貌嘅樓盤啦，全盤只係提供293個單位，有90%啦都係2房以下嘅細單位嚟㗎。由最初話4月開售，拖到咧最快今個月尾登場。而結果咧，亦都令上個月嘅新盤只係得750宗成交，令到焦點都重新轉移翻去二手市場。不過咧，雖然二手成為咗焦點啦，但足唔足以推動二手成交量係重返合理水平，擺脱低谷呢？咁就要了解下啦，點為之正常嘅合理水平啦？以前行內都話啦，過萬宗叫做大旺市，跌到3000宗樓下啦就叫做大淡市。被辣椒扭曲嘅二手樓市界線又應該點定呢？如果翻查土地註冊處嘅資料喎，過去1年二手嘅註冊量按月係介乎2200宗去到4200宗之間㗎。按月大約就係3100宗一個月。當然啦，同以前又一定冇得比㗎啦。但呢個水平咧都大致可以視為辣椒之後嘅新指標。樓市喺農曆年之後咧，因為雙辣椒嘅落實啦，曾經出現一陣所謂嘅極短小陽春㗎，令整體二手註冊量咧係連升3個月。4月份咧更加重上3900宗啦，等於高於大市嘅平均數。所以咧，係咪代表呈現出復甦嘅勢頭啦？單睇滯後嘅註冊數字，可能都冇乜意思喎。都啱啊！二手樓市可唔可以延續3月嘅反彈動力啦？更實際應該睇4月份嘅即市數字，而事實都反映後市咧並唔係一面倒悲觀嘅。上月份二手成交繼續有反彈，期內10大屋苑錄得353宗成交，相當於按月回升1成7。雖然比唔上以前大旺市時按月700幾至1000宗嘅水平，但基本上呢個成交量都創出1年新高，重返舊年雙倍印花稅前嘅水平。買賣雙方經過足足1年拉鋸之後，
期望逐步接軌之下，令成交開始浮面。世界之選嘅嘉湖山莊更加以直逼100宗嘅關口，成為全港之冠，成交創出1年半以嚟嘅最旺水平。一城有66宗嘅成交，按月都彈升近50%。由年初滾存落嚟嘅少數減價貨開始被消化，好似嘉湖嘅3房單位減到落去2房價，實尺5字頭都唔使，就吸引到用家追落後上車。而中價之選嘅海怡、黃埔等等都有多宗嘅優質盤成交，就係因為有長線投資者轉租為售。不過代理話，以上嘅貨源都唔算多，所以反彈勢頭係唔係持續，背後就好視乎類近嘅供應究竟有幾多。未必有上個月咁多嘅成交咯。係啊，即係你話可唔可以 keep 住咧？呢個真係唔敢講，因為你見盤量其實都真係唔太多。我哋而家可能30條鎖匙樓下嘅，如果你講呢個屋苑嘅話，咁我之前一路都未試過咁少。不過，唯一利好嘅消息係準買家嘅心態，佢哋入市嘅意欲都比早幾個月之前強，起碼開始肯大膽還價，實客比例都較高。一方面，佢哋睇到雖然樓價係有跌，但整體嘅方向都仍然係屬於大跌唔落嘅格局。個別藍籌屋苑嘅銀行股價，好似黃埔、嘉湖嘅估值，按月更加微升1%，過去9個月都未見過。而各個主要屋苑即使有減價貨嘅推動，但平均嘅價位都仍然係屬於向上。麗港城嘅均價報9700蚊，按月升4%。海怡、影灣園都挨近1%嘅升幅，而另一類入市意欲比較強嘅客戶就係租客，背後都同過去1年租值大跌唔落有關，由租轉買嘅效應，令二手擺脫咗租比買多嘅淡市局面。上月份嘅租售比例已經重返近60%買、40%租呢條正常界線。外區啲租金係高好多，即係一個2房外區咧，我係知道嘅話都係過萬嘅，係啊，咁你冇可能1萬蚊樓下租到外區，咁變咗就係話佢嗰個情況，佢會計翻條數。如果你可能供樓咧，都未必使呢個數，咁所以啲人就多咗呢批客，可能真係上車咯。其中嘉湖同埋一城買比租多出近3倍。其餘麗港城、美孚、黃埔、新都城等等，買比租都多出3%，去到最高1%。